覺得唔舒服，唔知點樣做好？ Health Direct 可以通過4種簡單方法嚟幫助你去解決健康問題。第一，使用 Health Direct Symptom Checker 症狀自我檢查網頁，喺網上獲取醫療健康建議，回答幾個有關你症狀嘅問題，咁我哋就會推薦一啲護理選擇俾你。第二，使用 Health Direct Service Finder 醫療服務查找工具嚟揾出最近你嘅醫療服務，只需點擊幾下就可以揾到最近你嘅醫生、藥房或者其他提供醫療服務嘅地方。第三，瀏覽 Health Direct 網站就可以揾到可靠嘅醫療健康信息，了解各種健康狀況、藥物同更多信息。呢啲資料來源全部都係可靠㗎。第四，請致電1800-022-222 Health Direct 免費健康熱線。當你唔知點做嘅時候，我哋嘅註冊護士會提供建議，包括你係咪應該約見全科醫生，留喺屋企度處理你嘅病情，去一間緊急護理診所或者去急症室。呢項服務係每星期7日，每日24小時為你提供㗎。如果要用你嘅語言使用呢項服務，請先致電131450口筆譯服務處，然後要求接駁到 Health Direct， 隨時隨地使用 Health Direct 連接到你所需要嘅護理服務。請訪閱 healthdirect.gov.au 或者致電1800-022-222。